有爱忧重重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相爱条条绕你讲也早故事。都有爱忧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在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心说。发酵以後就天陽，醫療暗光，天父經變是經錯，將顏色混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愛，老老交交歸通旁，等快紅跳遊啊的迷香。重重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相爱条条绕你讲也早故事。都有爱有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仗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情说，一早早的按讲。是安心说。你做乜嘅啊？迄也歹种我，你吃看喏。有乜嘅問題啊？佮想佮試下嘛，無真正好食，迄毋免糖不用茶呀。咁唔要，我都冇咁講。哪一吃到？还做得啦，希望唔只靠調整啦，反正因為條面係講嘅，韓哥啊，人家動無限啊，誒，我講到我開始腳跳入嚟啊，我有糖到有單迄個口誒，唉，你係答應品質嘅啦，哼，你對品質真是怪好。全講我會發全就會記得。唉，平時佢係乜錢啊？例如啊，眼啲上啊，我賺到錢，然後平時買出堂戲。真是哦。等誰啊？很感動哦。那你們用嘅報答吧，啊？加半係好嚟啊！唉，做得啦。對。做得。你聽我別講嘅啦吼，想問你迄個口啦吼，好冇？
去10年前的事情啊，我老记无嘛个，我来讲起多摆。哼，慢人弟，这样事我还蛮干。哎，岛上初恋的事情，记得正经做点，还会打一生年。错啊，我都不记得反戏嘞。啊，走。OK 啊。那迄仔昨暝哦，生发要原本倒的钱，拿出去啦。你做嘛嘅唔去甲拿转来？但做地算上老记得打最久啊。无啦。哎呦，逐摆转去哦，记得都问我同多问题啊。内底记得迄关心，不过我发现迄么，迄唔係咪记错？哎呦，通讲既然叫生意做到同好，连挨都收到假天数诶。佢老唔听说嘛嘅？其实嘅挨老房头家杀嘅离婚啊，离婚係嘛嘅？就係啲玻璃路冲過嘅人做嘅什麼？啊，去啦嘅種。so，起啦。啊，我一擺拿圖去哦，有看到自從老總兩隻，不過我冇去打招呼啦。聽講記得從頭老年下，啲玻璃路49都同樣。哎，你用啊？冇事情啊？你同好啊？家年本來就留啲副卡冇共用，你行啲好，我用來做人嘅身軀，做人嘅榜樣。生發對我同好啊，同好。自從送唔嘅哦。不過佢係有錢做地買件拍臉本，做乜嘅唔先還錢？做到嘅還鐵，唔對嘅合理也唔會人睇啊。錢嘅事情我冇得管，咩冇彩條管，生發自家有安排。佢喊叫我真經較無限，唔係啲內面人啲老輩做生意都會安尼啊。不過安尼，其實冇限騙咧。安尼啦，做來天數啊，安尼就有事情好做咧。愛做自家嘅事情，加上要看唔會黏愛。錯咧，哎，你知道島上會本來講錢嗎？島上冇問題啦，講嘅係一紮錢，但你是不是在給你加上？哎，哈？应该开洗3点嘿，那来按多3好洗啊？洗凉要迄洗啊，洗凉人要迄洗。我想讲洗家己凉，我就做个穿家一下。还算过的哦，买种瓜的钱，加上洗衫裤的钱，抢2年，我就做得文凭只卖出堂去。
你讲，安尼16年嘿。你这趟爱多久后啊？其实我要去福岛接聘书啊。おはよおはよう。はい、四條。う。哦，咖啡，几色嘞？そう。看卖啊，你面拢有买东西吗？冇啊，我搶起知道，唔把這個用的當好看。我嘛，你用江一夫呐，健身买的哦。唔是啊，嚟等一下樓卡上強下食。按叫順利講到樣誒，有順冇？按叫讲的生意吼，如果太跳的，利润又好，哎上啊，哎改革愈做咧同添的事吼，反相相的。よかった。迄個佢來過，佢愛嗌老人講什麼啊？講老佢應勢做。一家人啊，學伊買咯。嗌咩想愛潛勢做呢？潛勢做，愛做愈好咧啊，以下有負責，做愛食的愈好咧。我是請買勢做喏。冇啦，因為我唔想規日啲烏卡閒閒啊。睇下，你同憲法的，向好如中國啊。中原嘅事情，憲法做好好啊。卡上嗰個嗌本事本腳，我嗌唔好去亂。不過我咪想愛請到嘅事情做。希望我轉去本農天書，你知道樣誒？本用。唔係啊，唔知安尼做，要本人看愛無？冇啊，迄個唔即咁樣的啊，使包體限的無？愛同講啦，迄講唔體限哦，拜託啦，可以遐煮飯，可以遐洗衫，上次卡上，規日對愛攏滾，改飯唔無？是你啊，使包的啊。是吧？你放心，这个生意哦，一定甲你处理甲好势好势。哦，来。小肉粽，小肉粽，卖小肉粽。小肉粽哦。慢。恁日本嗰邊哦，係講得差唔多嘅，過2日哦，可能要過去轉。
留个签约和阮拿钱的事情处理好势啦。是吧？今日台湾的客户都搞懵了，是冇老贵啊？叫买问题啊！喂，台湾的客户哦，你搞本来啦，还要顾好咯。伊咧哦，你要做嘿，是少啦，来。今日啊，上款啊喊伊转哦，我攀嘛该付。啊，大家知道咧。喊伊摆，我也唔知啊。再个讲，也要做铁酒，变个有赚钱，同欠人的钱慢呛呛的。也如果贵去做体育的生意的。是吧？哎，你遐下存钱存到暗家，这你做嘛该喊去上去做嘛该体育咯？哎妹，神爸，你吃上看呐？你台湾卖体育的时间啦，是卖到卖田卖地呢。哎，做生意，咱冇赚到钱的呀，还买体育啦。叫体育很爱理想。算了，来一片手。没啦，神爸，俺拢唔讲真嘅。神爸，阿姐，七草，哎，杨哥啊，做埋唔可以帮人发公孙哦，唔看见，行到上体育。金嘛干啦，伊俩心无简单，当批到穿个米丝啦。你看呐，微博的呐，伊就唔记得做体育跟米丝嘛该啦，是讲起啦。我们一样哦。哎，杨哥啊，你正经像我以前来讲的个姜是老的辣，来，来紧。七草，哎，迄个个。到上加上东区冇看到你呢，伊头讲想要请你喝酒，约翰来不卡抽一下。喝酒？还可能没有。你没喊我脑壳，规本用双天数，很用的啊。讲爱对脑壳唔好的冇。人头抢迄关心。关心哦，唔连咧想我看爱有3万赚钱冇。有本脑壳塞裤嘛？规通都成功啦，讲唔是说话。哎呀，还是改顺，还改革，如做咧同欠人的钱，慢呛呛的。这个时间我就开始做中原的生意啊。不过中原嘅中国还用啲卖啊？你想爱做，随时做就建议做啊。这讲嘛是笑啊！啊，你敢唔记得？上摆都因为爱无钱，咱们分量小曲，开到暗插，还来买天万钱。你还同我讲，你做生意唔是钱，哪有可能啊？不过，好的啊，迄讲，上海同的天数，伊那咧三副做过讲一世啦，稳银行好来也讲生意。也会赚钱，唔对冇？啊，钱在等来，也可以。天爸，你做乜嘅啊？啊？哎，不是。
做唔得，啊，做唔得。阿妹咧？阿妹咧？你要你做你阿妹嘅啊？啲人唔偏偏是甲你做下煮饭，唔让你懂危险咩？发生事情哦，就我唔插你啦。所以香港哦，比到买平时嘅出堂戏，故说假咁多些哦，就唔是插不了惩罚，不给是要煮饭的，万一操纵用个啥的，你赚很多钱没冇用啦。其实个煮饭用啊，你吹一闷啊，用那个生意的唔是天数，很班小命讲。从细到大，永远顾到好好，唔是做咩有好事。乜员工系冇所死啊？啊，你叫跳油啊？那个是这张开始呀。你对品质都是开始，就开始去甲煮饭写上夫，哈？这种事情用不抵啦。当然唔抵啊，唔办销呢，唔销是做。冇我做生意，冇资格教人用去做阿妹。哎，那是开始啊，冇分事，没做得拿出来对哦。做得这个做不这个，就比唔够养啊。总条家，脑壳，迄个口，阿福，你阿边米3年全就在为这个在打拼，江湖。几年收得起价，唔最吃屎啊！凭嘛给人妈买啊？啊！错了，啊！我就会吃屎给你啦。姑嫂，我想插，我想插个事情啦，怎么的？好啊，跟你这样做谁管我的事情啊？平时去搞煮饭又关妈的事情啊？啊，关妈的事情啊？根本唔知煮汤去买下去，还没有煮汤的到。但有一些疾病啊，就会硬拼。你从细到大就改头发。佢點眼做嘛？佢做喺邊度？邊？佢好多誒，好多誒。用係嗎？白色啦，敢没教4个，白色啦。其实个做翻用啊，你吹一闷啊，用那个生意的不是天数，很班小命讲，从细到大永远顾到好好，
不是做咩有好生，你的品质一都谁可是，就可是去把猪粪谁上负哈？你最吃屎了！凭嘛被人骂来啊？啊！等其他的就会变做跳友啊，对吗？我曾经有啲错，唔对吗？多谢。生源总得是救了，啊！总得是。没事。这样。哦。卡桑，坐。就也会摆出错的啦，系听人讲啊吼，几多年就也会摆啊，全部讲来的呢。也个啊吼，
迄个偷偷扣落去，我来带恁哈。兄弟啊，卡上是你，不是梦。我嘛伫阿爸的事业做过一胎啦，伊都开始行过少。啊，毋过吼，做家的人嘛要时常提醒伊啊，天下人唔甲传香火，嘛要过创业的事情呢。嗯。啊，卡上。好啦，上摆啊吼，买很一下本好睇的先呢，也有肥先呢。哦。你养不爱糖了。卡上，输到名声的，真惊动欢喜。一段时间，我因挂念卡上。常年两个冇去台北看，我有生4十年，安尼为了以后生活做对问题，想要讲一下政府伫咧推行3千減租，總錢將陸海天買歸來，唔知阿發研究好冇？做對聽說出一大位錢冇？假使冇，免唔怕，我逐禮拜路歸去陸下整理，假使考上想要歸來，我會向安妮去接。卡上，有冇消一多钱？你有准备本意啊？我是打算归来去啦，啊，有生的咩？我想啊吼，要归去同伊补身体啦。哎呀，卡上，还算本款啦，但也赚的钱哦，找来万载啊。落下用的、油的、毛的，做生意的本钱，伊还要讲买厝塘鱼也要买土地的。你做生意的本钱，你唔拉出钱，你用赚会减咯？你会讲，敢听说我以后买土地啊？迄个唔拉用，送摆送来个金拍链，还有我卡上本来个家中，就做两个买摕啊。你讲买啊？买家种？系啊。买个选的啊！规日天我背哦，做三做四，娘的啊，还穿唔拉大的毛，也迄娘的，想要分贵重的人弟爱5,000包的苦食会适足的毛。唔系啦。另外说一倒酒，因厝一倒摆，张总来拍恁本无？张总的本了倒上卡上完成，张总的本了上点几年弟爱5,000包，我本失去。阿爸。唔用激发，买拍链，买加种，爱面子的，爱面子的讲个哪样？伊咩个意思啦？伊买好伊，唔好怪伊啦，吼阿爸。难啲，人家本难苦，阿未安泰。你当然唔抵啊，唔用我抵啊，爱闷啦，买种怪钱，哪万年无？免硬安尼做三做四，也种人做都忙的啦。种人忙的，太个等于好恁的歌，有番好势哦，该好命的啊，买出头伊啊。唔是吧？我唔想管你神法中人啦，免唔想管你假女师啦。唔讲係講過。宪法咯，平時用之外，應該管嘅啦。出堂幾個錢，我要處理啦。哇，有你講法的哦，有你很堂來講法的哦。好啊，本處理啊，啊，唔該要處理哦，不像條擺，唔處理愛錢用的啊。我變 Q 四係無？我唔記得啊。也應該被批判，不過我中意，你一下唔想水本啊！你是不要走！這不走啊！我唔想我走個本人看唔起嘅，也難中意，我冇迄個啊！阿爸，
爸，爸莫那么声音讲啦。亚杂蓝穷眼，还没做得穿钱，你就等得看。我走，你干掉啊！阿爸，莫再来来！真紧巧的。阿明快些啦，以后一天压力太大，让我安尼啦，无事的啦，吼。生气。哎，哦，爸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外公贵法，你相信吗？你阿做个跳友，虽然唔系清好，不过拿来卖，也冇问题啦。紧做紧请，有一年，我听说会做出万吉嘅面试。很相信你。真你相信？你给听诶，我要开始做跳友赚钱。你也是个中国的，你唔是帮你买跳友落来，你拿来听书冇？当然啦。佢話你講好啊。嗯。阿福，新的写好诶，有买东西可以写吗？阿福，阿福。马介啊，写好诶。沈发，写几点钟诶？唔要忝哦。有买事情做你无？要同天数啊。做得做的哦，做棍做枪的啊，无啦。我同要去整理起来。总休息。清惨啦，哪有落去水了？莫停下来！给条链呢？阿爸为到七家，你买不稳呢？
链呢，无打算要带走哦。俺们是有也着东西啊。较本生发，迄味道老去乡下大兵重新开始的。我感觉阿法要再重新摆好起来嘿。当然。但安尼啊吼，这个应该要输还要调练的呀。卡桑，生发伫那边还欠当多钱。迄讲有存钱，应该先拿来万银账册，毋是拿按几个东西回来。我感觉，伊迄无买要调练的部分，伊可能啊吼就无法度继续再打拼下去的啦。哪个意思啊？因为毋迄伊最实歹、最需要人天数的时节交不伊的啊，伊无法度分互我来讲伊的，伊在面前伊我硬起头了。无汉尼想过啊，讲好本来就应该爱向下思考啊。我七家来的，我七家最清楚啦。还说到紧，我请底下同伊讲，伊做嘛个事情有错，做嘛个事情就会成功。从来就无想到。土大伊拼命的，也有法度做到我的期望。一摆，伊帮我很惨，连甘的也要买下来，也对伊来讲啊吼，切推个心态的打击啦。系伫伊痛苦，会想留给天数，好去加高本地。没想到变做咁麻烦。我唔掂很也係麻煩啦。我唱啲行做唔得走，而係走嘅也好，阿爸以後嘅路，就會離掙脫越來越遠呢。留下來，將我本地很加艱苦。卡桑，是你，唔係一個好成就。雖然講唔曉得做事，我唔係強生人嚟啦，但係也好。有一種力量呢，做得家煩惱很，會有繼續打拼的勇氣。伊也好，係有想愛照顧，就絕對唔會行偏啦。相信阿發哦，一定會變歸去原來嘅樣式。咁真經會安尼？真經啊！我們嘅頭呀。應該這位人啊，嗬，係捱啦。卡桑，我打算過來去屏東，台北我係唔慣啦。其他嘅嗬，唔好我嚟想，嗬。
30%的。60%的。用不要比张枪60%的。那比张黑啦。唔怕啦，可能迄张师傅三马墩墩啊，两个人张吃好吗？慢来。唔会啦。来啦，吃一口又唔会死。唔会。咁就这吼，无去个咸顿吼，留佢到摆起来就好啦。哦。唔会啦，我搞唔清楚，我拍线多，拍线少啦。哎，做地啊，咪啦。哦，又係唔退到啲畢業都表咗嘅。不掂哦。出來試下啦啊！哎。好啦。可以冇？好嚟，嚟。很好哦，但是。我操，轮团到了，过来。喂。一样嘞，卷走。真是哦。同校对南面拍水吼。对唔到亚洲人长辈，哪怕给第二，唔知按多钱做嘛嘅？给行你某顿不卡，某踢复习，某共杀，按呢，你还敢讲你某事？唔该讲啦，我们唔做。唔够按呢，上天都唔知做呀！绝对会答应我，就阿爸帮到这啦。哎呀，做的事情，各位都来做啦。一缕云，慢慢慢慢随风笛，一条路，点点点点等一飞，你都来，来，伴爱陪。